好，可以。单的什么？啊，那个是它是连读连到后列的，连到后面的那个词这个名字是大，对不对？大，然后是摩嘎达的这有的那真哦等的，这个问题很好。那通常是直接念登丁，对不对？登丁。那刚刚同学有抓到这个词，我们就这个呢就会连读登当丁，当把那个麻前加字麻呢跟那个前面的大一起念当丁当丁，你们就会听到这个刚刚师姐讲当丁。言明了当丁是个，所以它其实是这个麻的音连读的一种拼，直接按照字念的话是单丁大，摩嘎达的就丁那丁单丁单丁，但是我们一般的口语会把那个连接当丁，有没有你们会听到一个当丁，言明了当丁是个这个是很多藏文里面有这种的一些连读的拼法，那我们刚刚讲到了个名就是姓名嘛，对不对？名字。那我们这里用了什么呢？签，摩擦那签，摩擦那签。签是刚刚我们前面用的这个姓名，这个名的所谓这个名的姓名的敬语叫用敬语的就签，贵姓，你叫什么名字？那是那个有点中文的音，有点像的名，你叫什么名字？那个名是姓名嘛？那我们这个名这个姓名用敬语来称的话，就是签，这两个是意思一样，名跟签，但是在这里用的时候它是签，就是跟名是同等嘛。那一般的所谓的这个签夜景晚上，它的字一般的它的意思是晚上嘛。签木德列，我们学过签木德列嘛？签木德列这个签是晚上。那现在我们这里用敬语的时候呢，通常那个姓名的你叫什么名字，就是用中文是你贵姓，那个用敬语的时候就是用这个签那同样也是你贵姓，把那个刚刚的句子一两个换了。卡亚的恰当我切的切，让让，切让키， 摩擦那签，啦，签啦，卡让我嘞，卡让我嘞，啥是不是？가지고 기 야 나로 여다 가야다 가지고 기 가야다 가지고 기 야 나로 여다 여 기랑기 첸라 가르슈고요 기랑기 첸라 가르슈고요 슈기요看的家人切的切让让，你们要拼那一些，看的家人我切的切让让，切让，가지고 기，
某刹那间啦키랑 기첸 라 카라정고레 카레 사십주 슈 가지고 가야다 가지고 기 야나로 예다 예 슈기 예 키랑 기첸 라 카레 슈기 예这里也是你叫什么名字的意思吗？那跟前面不一样的地方，一个是谦，把那个名的部分是名的换成谦，对不对？这里，然后另外有一个叫做修，这个修也是用了敬语，因为这边是引贵姓嘛，跟谁同等呢？前面那个。谁？前面有个谁吗？看那个名了，看的十个月有没有谁？跟谁跟修这里面是同等，那个谁的敬语用了修。看那个签了，看的十个月，看那个名了，看的十个月。前面我们用的是没有用敬语。没有讲敬语的时候呢，给他给明了，卡的是一个语。现在第二句换了两个词，用敬语，给他给切了，卡的是十个语。两个都一样，只是一个是敬语，一个是没有用敬语。刚刚回到嘛，키랑기签了，卡的十个月。你可以回复我。对，你키랑기签了，卡的十个月。年明了。Judy， 10个月，10个月，对吧？这个登记就换嘛。把那个登记换自己的名字，年名了 ，Judy， 10个月。你，Kirangi， Kirangi， 我们最后那个嘛 ，Kirangi 签了，卡的10个月。年名了，年名了，年名了，真情，实情10个月，年名了，实情10个月，刚才了卡的10个月。今天我们趁这个时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걔랑签了卡的10个月。Doctor， 很好。걔랑签了卡的10个月。中职生。걔랑签了卡的10个月。年名了拼音10个月。老师，这个通常这个可以用话筒自己，你们每次。现在今天不方便，这话筒没办法拿，是不是？话筒。好，这个。걔랑签了，卡的10个月。年名了，搞错10个月。谢谢，很好。Judy呢？我刚不介绍。再来一次。年名了，Judy 7K。我还没问呢。걔랑签了，卡的10个月。年名了，Judy 7K 鱼。10个月。7K 鱼。10个月。10 K 鱼。对，10个月。这样很好。걔랑签了，卡的10个月。年名了，苏凯10个月。很好。걔랑签了，卡的10个月。
年名啦，扎西石月。保守托起。后面。看看哪个的学友，年名啦，佳慧是给予。老师，不要松弛。看看哪个的学友，年名啦，就差12月。老师。看看哪个的学友，年名啦，是去没有4个月，是去4个月，是去4个月。是去哦。看看哪个的学友，年名啦，春雨4个月。成语4个月。好。那哪个在哪个的学友？年名啦，卡住12个月。卡住4个月。啊，老师多谢。看在哪个的学友呢？年名啦，什么4个月？上午10月。老师多谢，大家都很好，这句话已经学会了。好。啊，看那个在哪个你贵姓？就我们到这里嘛。年名了，当地4个月是吧？那也同样是我们用了前面是我嘛，我的这个是年名了。那我们也我所谓的这个我呢，第一堂课里面也教了好几个，对不对？我是代替词，魁巴达，这些都是讲自己嘛，对不对？那我们就交换一个前面那个我，就是变成魁巴啊，开始就魁啥魁，巴有一，魁别，马就个名啊名。啦，魁别名啦，萨嘎达嘎啦给，坡上啊上，给上，萨达达，哇，达哇，给上达哇，萨等我塞啦塞，萨等我塞啦塞。开几个 key， 要拿到越大越，啊？对啊，开几个 key， 要拿到越大越，4个月，区别明了，给上到啊，4个月，好。这也是只换了那个魁波而已，给上岛是人名，岛啊我们有学过嘛，对不对？月亮嘛，给上，给我上不，那就是上就是善的意思，就是给也有它的含义来讲，给上。善结，那个结巴也有结的意思，那善结月亮直接翻译的话，没岛啊就是星期一嘛，那这里是没有讲星期一啊，它的名字的含义，一个是善结，以及那个月亮。善结以及月亮般的那个增长，从1号到5号都是增长嘛，对不对？月亮是好，接下来，好，现在前面都在讲的是介绍自己嘛，对不对？我们讲我的名字叫什么，我的名字。现在我们要介绍他人，对不对？他人嘛，所以空就是我们从上次前面第一堂课讲到是他，对不对？那后面都是用的是一样嘛。空的名了，卡的四个月嘞，看哪个空啊空，开就去，
马吉古明啊明，拉卡拉中国热，萨中国塞拉塞，卡也得卡吉古奇，亚那罗约达约，让中国热达热，空个明啦，卡的司机。有嘞，空个名了，空个名了，卡的司机有嘞，啊，他的名字叫什么？空个名了，卡的司机有嘞。我们只换了前面那个空而已，后面几乎都一样嘛，对，啊，年名了，啊，什么什么什么，啊，啊，开朗个名了，卡的司机有了是吧？对，啊。所以，再念一次啊，空个名了，卡的司机有嘞。啊，刚刚我们介绍的时候，大家的名字都已经记住了吗？没有记住。其实我也没有记住他。啊，好，没有记住的话，说你们就可以回答。什么呢？哈国马松，或者是谢马松，对不对？啊哈国马松，哈国马松，或者是说谢马松。加一个自己的话什么呢？你哈孔马松，你谢马松，我不知道，对不对？那加一个你，要不要加一个你？这里前面要加一个你。哦，你也是自己吗？我本身是自己，那加一个作格，我不知道，所以。有个作格的这个是，你哈高马松，你谢马松，对不对？听说啊，这课本不是我可以拍的。哪个？啊，可以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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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拍的话，我的字很丑啊，这么丑的字呀。好，空啊，安德拉，空个名了，卡的是个有的，空个名了，卡的是个有的，空个名了，卡的是个有的。话筒在这边。我不会，真的我不会。你就回答这个啊。哈古马颂哦。哈古马颂。你哈古马颂。你你哈古马颂。投资其他的我都是。空个名了还是有的。你也哈古马颂。哈古马颂，老师。有两个你们都可以也可以换这个啊，样子啊。空个名了还得学有的。你谢马松。谢马松啊。老师话筒给前面弄。老师看一下，空个名了还得学有的。谢马松。谢马松。泡沫了不的，泡沫了。空个名了还得学有的。他怎么说？空名了，九叉司机语。大很好，鼓掌一下，大家，不错，空个名了九的司机有的。老师，空个名了还得学有的。你哈古马颂。你看我说，老师给个后面那个，好，空个名了还得学有的。
你哈哥马索，好跟我说。你空的名了，还是学有嘞？空气明啦，奇轮，十几月。哦，空的名了，新的手艺，那时候他去鼓掌一下。空的名了，还是学有嘞？空氣明啦，靜云 ski。哦，对不起，不要说是，然后说，所以我们就讲，学绘画的时候一定要大家都发音不准没关系，都要讲出来，这样我才知道你们的发音准不准。好，那这里是空给明了卡的4个月了，我们再学了一个谢马松、哈口马松，对不对？我们学藏文的时候，大家事先会学这个哈口马松，就问问题说哈口马松。我们在以前法光学的时候也是这样，大家都会先学这个，问问题说哈口马松。OK， 好，下面。那我们前面那个句子是你叫什么名字，他叫什么名字，对不对？有个名。那我们讲那个名呢是姓，那我们就可以加它，都加在任何一个前面的字来说明。前面这个是让，马吉古名名，人名，要自己的名字嘛。人名怕马吉古名名，潘名，父亲的名字，潘名马吉古名名，马名，母亲的名字看也的恰吉古亲马亲，马吉古名名，亲名，家名。中文有这个可以用家名吗？一个家族的名字，这个什么？姓什么姓就是对啊，就是有些家庭就有家族的一个名称什么家什么，没有吗？没有这种吗？那中文里面没有这个词啊，亲名，亲张的名，有没有可以多加一个的话，亲张的名？那不是吗？以前古时候不是有这个家族的一个名字没有吗？什么？有中文没有这种吗？贵族的那些有不是吗？什么什么家什么跟他们两个是他们是什么一个家族的某一个有吗？有这样的名字吗？西藏钦藏钦藏的名怕钦藏这个藏文的话，大部分是有那个贵族才有这个名称，一般的那个平民呢，没有很少这个，没有钦藏或者说钦藏名，现在在印度的学校，孤儿
孤儿学校，因为孤儿学校呢，他们大部分都是从西藏过来的，所以到了学校可以从小可以在学校住校。那个住校里面呢，就每一个就差不多20-30个学生就有一个家庭，那有一个父母，那个父母就是也是相当于照顾他们的，所以那个也是一个家族的，那个名称是 Kimzang。那 Kimzang 有好几个什么Gyasa Kimzang、Pesa Kimzang， 就立了很多不同的名字来说明他们是哪一句。家名那个是我们那中文里面没有这种什么叫家名，对，嗯，古代长号。啊。姓林，它就是什么西河堂。啊。堂号，中正纪念堂的堂。哦，好，那后面那个是萨马九明啊明，生命啊。好，我们那个如果是那个 Kim 也可以讲坑明也可以，康啊康马九明坑明。就是房子的名字，坑明康贝明，坑明也可以，坑明康贝。就比方说这个洞，你如果是住在这个洞里面的话，这个洞叫什么？这一洞来比方说这个洞叫什么？那个就是可以讲坑明啊，地名跟建筑名是一样的意思。啊，坑明是我说那个前面 Kim 明你可以写成坑明也可以啊，坑明康就是康巴房子嘛，康就是康巴的意思，那把巴省略了，那就说成坑明，总而言之，我这边的区别就是我们前面有个叫名，对不对？姓，那这个姓呢，可以加很多地方都可以把用这样。我只是举例了几个而已，现在我们可以学到这一点，那也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去说明嘛，用在这个所谓的姓的部分呢，不只是自己，还有他人的，你就用这样去来说明。这个地名也可以用这个，那主要的差距是藏文跟中文里面，中文这个姓不会用在那个地上面跟房子上面，对不对？不会用地，按照直接翻的话是地姓嘛，对不对？我们前面把那个名翻成姓嘛。那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是藏文用了名，可以配合跟中文的姓。但是它也有可以其他的地方是像这里的这个地方的名字以及家庭的名字都可以用这个姓，都可以用这个马有名啊名，可以吗？就是你或者是你工作的公司的姓名公司的名字也是这个名，这个用藏文的话马有名啊名，或者是学校的名字 ，lopte 名。学校的名字，蛮有名 ，lopte 名。好，再一起念一次啊，人名、彭名、门名、亲名、生命。好。好，我们前面讲了卡的，我们前面学的是什么？卡的 sigil 对不对？叫什么名字？所以中间有个啥种写的卡的 sigil。那我们现在把那个 ser 呢换成其他的，叫什么？那现在这个换成其他的时候，它只是换了一个中间的那个名字，是吧？我们前面用的什么卡的 sigil 对不对？前面学到的是卡的 sigil。
前面是卡的4个月，那我改成这个 ser 这个词，交换一下嘛。这个词叫什么的这部分，那现在我们用这个叫呢换成做，那就做成在做什么啊？卡拉中国人，拉中国人，帕亚的恰中国切的切，盖亚的家就记，亚那罗越大越，卡了7个月。在说什么？卡了7个月，然后是卡拉中国人，卡嘞，他是就通啊通，卡就个 key， 亚那的越大越，卡了通个月，卡了通个月，在喝什么？在喝什么？所以这几句里面，你们卡了4个月，这个舌是换成一个是切，中间是做，这第二个是撒，换成把那个吃撒，第3个换成了看大，第4个换成了说谢，第5个换成了喝痛，这中间字换了，就可以这样去。好，一起念一次啊！卡了7个月，卡了10个月，卡了8个月，卡了7个月，卡了通个月。可以吗？这个我在接下来会讲，因为这个 key 下面的这两个呢是不是属格，就是一个口语里面的一个用法，他用了。那前面那个做后面有个切记，对不对？卡的7个月，这个也是按照前面的后加字用一个文法的方式写的，但是其实这些都虽然有 key 不是属格，虽然这几个都是藏文文法里面的属格的词，但是这里用的不是按照属格来去想，只是一个口语里面说话的一种方式，不需要用文法这个 key， 知道吗？要用 key 还是要用 key 的话，还是有文法的那个。只是按照文法用，但其实你不需要文法用，你全部都用这个也可以。全部都用这个可以，因为这是一个说话的方式，它不是属格的意思，它就纯粹是我们说话当中的一个用句用法，没有属格的含义。只是用了那个属格里面的词。这个会念了吗？这个会念的话，那会用很多地方啊。你这个把那个动词换中间那个动词换的话，那就你会用。好，再念一次啊，再念一次，然后每个人我们用话筒来念啊。你们。卡了7个月，卡了10个月，卡了8个月，卡了7个月，卡了通个月。话筒哪里呢？轮流。对，卡了7个月，卡了7个月，在做什么啊？卡了7个月，卡了7个月，好，给。卡了10个月，卡了8个月，对。卡了10个月，卡了7个对。卡了通个月，对，好，不错。卡了7个月，卡了10个月，对，卡了8个月，
很好。卡雷十几月，卡雷十个月，十几月，对卡雷通几月，对，卡雷同个月，对对对，哦，卡雷七几月，卡雷十几月，嗯，卡雷大几月，卡雷大个月，对，卡雷卡雷十个月，卡雷十几月，嗯，卡雷通几月，对，卡雷同个月，对，很好。卡雷切基，几个月？卡雷全基月，卡雷沙基月，卡雷十个月。卡雷沙基月，哦，第三个。卡雷大基月，卡雷大个月。卡雷大基月，卡雷十谢个基月。月，卡雷十个月，对。卡雷谢基月，卡雷通基月，对，卡雷同个月。同个月，对。这个要念月啊，不是音。卡雷通个月，卡雷十个月，嗯，卡雷大个月，对，卡雷十个月，卡雷十个月。十个月，嗯，卡雷好，七个卡雷七个月。七个月，啊，卡雷七个月。卡雷七个月，啊，很好。嗯，卡雷七个月，对，卡卡雷雷十个月。十十个月。卡卡雷大大个月。月，卡卡雷雷十十个月。月，十个月，对，卡卡雷雷同个月。对，很好谢谢。卡雷同个月，对。还有前面几个没有念，这样我比较轻松了，我有时间休息。卡雷七个月，卡雷十个月，卡雷十个月。卡雷十个月，哦，卡雷大大个基月月，，对卡雷十个月，对，十个月。卡雷东基月，卡雷同个月，卡雷东基月，很好，很好。卡雷七个月，对，卡雷七个月。卡雷十个月，嗯卡雷大个月，嗯哼，卡雷十个月，对卡雷通个月，卡雷同个月，对对对对对对。卡雷七个月，卡雷十个月，卡雷大个月，卡雷十个月，卡雷通个月，很好。卡雷七七个月，卡雷十个十个月月，卡雷大个月，卡雷十个月，嗯，卡雷通个月。对，很好念。好，所以这样练习才知道我们的发音准不准嘛。所以你们完全不用害羞，学语文就是反正念不准也要念出来，那我才知道你们的发音正不正确，再来修正，才你们来这里上课，实体上课的人就有收获了啊。好，这一句这好。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就前面讲你贵姓，对不对？기랑给签了，卡的10个月，对不对？我们第一堂课，今天的这个第一堂课呢，你们最起码要学到的，你叫什么名字？这个藏文要学，你叫什么名字？기랑给签了，卡的10个月。所以这个。有个笑话是说，这个我们这个签是通常没有听过敬语的人他是晚上嘛，那他没有听过这个敬语，他问他기랑签了卡的几个月，就기랑签了卡的10个月，就问了这一句，他以为是在晚上做什么，他说晚上在睡觉，他回复的时候我在晚上睡觉。所以他不知道这个签这个词还有一个名字，它就是姓的那个敬语。기랑给签了卡的10个月。
키란 게签了 卡里许个约。你学到这一句就很文雅，就是跟人家问的这个名字，这个用这个词来去问的话，所以这个签是姓，属就是贵姓的那个叫嘛，那一般是他可以讲名，谁就是叫，那把它换成是签跟属藏文，对不对？这两个是一样嘛，我们替换掉的。签跟属是敬语，那名谁没有用敬语那用了一个卡的我们就这边后面第二个词对吧？卡让给名了，卡的几个月？卡让给名了，卡的几个月？他这里没有用敬语，直接讲你叫什么名字。前面是隐贵姓，卡雷意思就是什么？他拆开来讲，卡雷就是什么？你们人家叫你什么什么，你没听懂都说卡雷，你就说卡雷，就知道说，人家会知道，就是说，好像你没有听懂，你们，他会再跟你说卡雷，就是扛这两个意思一样，卡雷，扛就是什么约，那一般我们约的意思是有，那我们现在这里用的是卡雷属于约，它是一个问句通常藏文的问句里面。你们就如果是学过文法的话，那就是藏文没有那个question mark，那个藏文里面没有这个 question mark， 那没有这个 question， 那我们通常是文法里面，我们现在是用口语的方式来问，所以不会用书面的方式问嘛。那如果是你知道它是问句的话，通常书面的话，它就有个塔玛塔，才知道它是问句。约塔，키란게签了，卡里属个约塔。对，키란게签了，卡里属个约塔。其实这个塔是就是问句。那你就人家用这样的词问的话，那完全是一个外国人在刚学这个时候一个步骤来，人家会知道。那因为我们讲话的时候没有在用这个他们，这个是问句，它其实是一个问句的。这个先了解一下，也是这个文法的时候会教。那我们通常是说话，平常对话的时候不会用这个词来去问，直接用那个约就可以了，就知道人家知道你在问。好，先下课。
这个是前面的一个问候的造句嘛，啊。好，那我们就看接下来的部分。好，那我这里是，其实这是文法，你们还没到，但是我们现在句子里面有这样一个词汇，所以人家刚刚同学有问到嘛，那我就这里放了属更。这是在讲什么呢？我们通常是一般属格来讲，就是那个文法里面，这是第6格，有8格，8格里面有第6格我们通常会叫属格，那个属格就相当于你们中文的的，我的书，我的名字，对不对？那个的是藏文是就用这5个 ki 还有一这5个，因为我们刚刚造句里面有出现嘛。但是刚刚造句里面的出现是，虽然是这个第6格的词汇，但是它不是用第6格的方式的用法，完全不用那么去想。它只是一个问句的时候，这个用词汇里面只是一个口语的方式用，就是你口语发出的音，按照那个音来去拼写这个字，而不是用属格的方式，而不是用第6格的方式，理解吗？如果是按照第6格的方式用这这个5个词的话，前面有有这个有 ki， 对不对？这是第6格里面的第一个。那如果讲用了这个 ki 的话，这个词的，这是相当于的中文的，那要看前面字的后加字是什么。那前面字的后加字用了卡或者啊，那一定要属格的话，那用 ki。就比如说，让前面有这个就是口嘛，或者声音有了这个的话，你要加一个属格的话，那你就要这里只能用 ki， 因为前加字的后加字是卡。我们有后加字，我们前面学过后加字有几个？10个后加字。10个后加字里面，前面的那个字的后加字是卡或者萨的话，那一定要属格的的，所谓的那个的呢，就是要用 ki， 这个 ki。那有一个盖的加有 ki， 这也是属格里面的词汇，那个的 ki。那 ki 所谓的盖的加有 ki， 也要看前加字，10个前加字里面有他帕萨，前加字有，就是前加字的后加字是什么？有一个他，我们那边有他嘛，他帕萨，有没有？前面那个字前面那个字我们说，比方说西藏吧，西藏的婆，前面那个字好，前面那个字是婆，对不对？前面那个字是婆，盘那婆的婆是西藏，对不对？婆是西藏。那这个西藏的后加字是什么？后加字是什么？他，所以他后面可以写盖的语句，婆给西藏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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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他，对不对？可以吗？这样或者是前面的字是的，有一个的话，这后加字是什么？爬，对不对？那爬后面就可以写什么？盖的加有意，
对不对？所以如果是属格的话，你后加字这3个他、帕、萨后面一定要写这个盖的加九个 g 如果你写成了卡九个 g， 那你的文法错了，这个意思。这个可以了解吗？那我们不用讲全部，那这是大概的意思，了解就可以。因为我们现在只是从头开始学嘛，所以没有必要马上记住这些，只是因为刚刚在句子里面有出现这种词，同学有问到那边用了 gi， 这边用了 ki， 怎么好像变来变去的怎么回事我们不用详细讲这个。所以本来呢就是有5个属格的那个字，那可以用这前面字的后加字是什么来配那个来去写的。好，接下来是好，我们继续练习让口nya jigu ni sa ni ngarang ni kaya da charam go che da ke rang口nya jigu ni sa ni kerang ni kanaro ko rang口nya jigu ni sa ni korang ni 好，前面开始 ngarang ni 我们2个对不对？那 kerang ni 他们2个 korang ni 前面那个是你们2个，后面呢是他们2个，对 korang ni 就是他们2个那我中间那个让把用颜色来挂，那其实你实际上你不加那个让也可以了。你 ki ni ku ni 也这样就可以。所以看人家也只学到了我们我们今天学了我没有讲那个然可以漏掉，人家讲那你就会愣住他讲不是我们2个不是要讲吗？你怎么会讲你？所以这个然是可以漏掉，可以吗？了解？我们再念一次korang ni 对 kerang ni korang ni你 loop two 是学生你 loop two 赢你 loop two 赢你 loop two 赢我们2个是学生是吧kerang ni loop two re kerang ni loop two re 你们2个是学生，我只换了那个赢，把它换成了 re。第3人称的时候用 re 第2人称的时候可以用 re。kerang ni loop two re korang ni loop two re 他们2个是学生那这里呢我们请记住 ngarang ni kerang ni korang ni 好就问句的时候，刚刚我们刚刚讲到了那个kerang ni 对不对？你要问你们2个是学生吗？kerang ni loop two
日贝，那个日就是肯定嘛，日就是肯定的，是的，对不对？后面有个巴萨贝，日贝就变成了问句。키랑이 룹투日贝，你们两个是学生吗？啊，前面肯定키랑이 룹투日就是你们两个是学生，对不对？你要加一个巴萨贝，키랑이 룹투日贝，那就是你们两个是学生吗？好，我们接下来会学到，롭차 살라다 라나로 롭파 롭 카라다 차오수차 啊，那个我书记得吗？呀，这个已经很久了，这个我书很久了，这里用得上了我书。롭차， 我자지고 지나진， 我자지고 지나진， 카라다 차， 警察。我抱歉啊，我忘记网络上看的人，他们有写到说念慢一点，跟不上，我都忘记，一直都在念的比较快，是不是？你们觉得我念的很快吗？会忘记。婆萨达达达写就嘟达嘟。사답다 다십주 두다 두 카라다 차오수차 두차 我们讲舍利就是藏文用的是那个 ducha， 我们不是舍利学吗？那就是 ducha 啊 ducha lopcha zincha ducha lopcha zincha ducha 롭차, 진차, 류차， 啊，学校、教室、舍类啊，都用了查啊。那这个查，你们学一个僧人的话，查巴，就是僧人，你们就学到了查巴。那你就问你是僧人吗？怎么说？키랑查巴日贝，对啊，키랑查巴日贝，对，키랑查巴日贝，对，这样问。穿僧服的话应该不用问，就没有穿僧服，然后就剃光头的，你就可以问，开玩笑。好，这3个词汇也慢慢记下来，不用马上记，就是反正也慢慢可以记了。这你们就累积词汇啊，因为我们的课文里面有用到一些词。好，接下来，好，那我们学到了刚刚讲到 롭차， 对不对 ？롭차， 진차。那个后面呢？拉萨勒，嘎，勒嘎，在哪里？勒嘎在哪里？哦，好，你没有在空中，还好。好，勒嘎是工作，勒嘎是工作，怕，也是指鱼啦鱼，怕鱼。婆萨玛三，帕拉达拉那罗罗，三罗是想法啊，想法。那我们从头看，萨拉达拉那罗罗帕罗，拉那罗罗帕罗，卡拉达查，口加几个几嘎几，罗查几。롭차 찍， 同一个学校，자지고 지나진， 차오수차， 진차， 자지고 찍가 찍， 진차 찍，
口哦，拉萨嘞，嘎，嘞嘎，口加几个吉卡吉，嘞个吉，怕，也是就鱼啦鱼，怕鱼，口加几个吉卡吉，怕鱼吉，婆萨玛三。帕拉达拉那罗罗，三罗吉，三罗吉，同一个想法，对不对？这边都是同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那后加了一个人的话就是是嘛，对不对？是，对不对？是同一个学校，是同一个，那就是人啊。真的几个人，落的几个人，两个几个人。配有几个人，三路几个人，人，嗯。哦，这里的几，你说的没错，几就是一般是一嘛。那这里呢，你不能看成是单一的一，这里说的是同一个，啊，那。其实吉不省略了这个八，这个吉不是统一，所以就没有说那个八，没有用到那个八。其实直接再加一个八的话，那就是按照你的讲法写到，就是理解成同。所以用这种的话语的时候呢，不用这个，不加这个八可以，所以他其实没有要加那个八，这个问题很好，所以我们这个人是的意思嘛，对不对？那巴萨贝就是加了一个巴萨贝的话，那就变成什么呢？问句嘛。是吗？是吗？对不对？这个巴萨贝，落差，几日贝，真正，几日贝，两个，几日贝，泡鱼，几日贝，三路，几日贝，好，话筒。我就问了，那你就回答是跟不是嘛？不用害怕，你们只是练习，没关系，回答不上没关系嘛。我们只是用这个练习嘛。키랑이 삼로 찍으래. 나니 삼로 찍마래. 很好，对，我们两个不是同一个想法。你们他不是的话加一个马类，对不对？我们这个没有教是不是马类否定嘛？那马类就是否定。对，可以用马类没什么事啊，对，没错，马类就是可以用马的嘛，对。那这里是不是？没关系啊。如果即便回答不上，你就说是的是，那不是的不是马类。那就学到了是跟不是，藏文里面都学到了是不是嘛。如果是可以的话，前面那个带过来，不是同一个想法不是同一个学校，不是同一个工作，对不对？我们这边有吗？我只问这边的，我不会問，没有这里面。키랑이你们两个嘛，对不对？我们学过前面키랑이这个词学过嘛？我们刚刚키랑이真正几个呗？瑞真的几个瑞。如果多加一点的话，你，那你们回答的时候呢？我问的是키랑이嘛，对不对？你们要回答的时候也变成你，我们
我们前面有学过我们，现在你们要回答的时候，我们啊，那你啊，好，我在这边写啊，那你们回答比较方便。你们回答的时候有一个你，你什么什么什么那边对不对？你那人或者马人。马日，키랑이 롭자 찍으래. 키랑이 롭자 学校吗？ 키랑이 롭자 찍으래. 래. 啊， 래. 那你 롭자 찍으래. 然后我们是同一个学校。你 롭자 찍으래. 你 롭자 찍으래. 好，很好。你 롭자 찍으래. 啊，你 롭자 찍으래. 所以回答是这样去，不一定要很正确的，因为你就回答这样就会练习到。키랑이 파유 찍버르베 파유 키랑이 파유 찍버르베 아니 파유 지 말해. 파유 찍 말해. 可以，你파유 찍 말해. 네,你파유 찍 말해. 네, 很好。 키랑이 내가工作啊，키랑이 내가 찍으래. 레니 레가 지 말제. 很好，你两个찍 말해. 你两个찍 말해. 我们两个不是同一个工作。키랑이 진짜 찍으래. 키랑이 진짜 찍으래. 너니 진짜 찍래. 很好，你真的찍으래. 我们是同一个班。키랑이 삼로想法啊，키랑이 삼로 찍으래. 너니 상로 지래. 对，不错。可以啊，你们俩同一个想法。你삼로 찍으래. 키랑이 내가 찍으래. 내가工作 내가. 랑니 레가 지 말해.你两个찍 말해. 对，你两个찍 말해. 你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了，你就是我们两个嘛，我们两个，我们学到你，对不对？你那个让可以省略嘛，你是同一个意思，回答的时候就说我们两个什么，我问了你们两个，对不对？키랑이两个찍으래. 你们两个是同一个工作吗？ 키랑이两个찍으래. 랑니 내가 찍대래. 人还是马人？ 말 랑니 两个 내가 찍 말해. 我们两个不是同一个工作，你两个찍 말해，对不对？키랑이 롭자 찍으래. 你们两个是同一个学校吗？ 키랑이 롭자 찍으래. 랑니 롭자 찍 말해. 很好，你롭자 찍 말해. 我们不是同一个学校。키랑이 진짜 찍으래. 你们俩是同一个班吗？同一。
내랑 아니. 나니警察 진짜래 네 记人啊，俺你真的记人啊，我们两个是同一班。好，还有轮到了吗？还没轮到的啊啊，没有啊，是吧？你也有。还有人，给让你三路想法，三路，给让你三路记着呗。nghe 俺你， no 俺你， ngani hakomaso 没有我说，这个都，哦，你好，你还跟我说，哦，对哦，不错，他。你还跟我说，他就用了另外一个想法，你还跟我说，这也是回答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还跟我说，对，可以，很好，啊，不要跟着学啊，你要，啊，你要回答啊。这个回答这是自己练习的，对跟不对没有关系啊，只是自己有练习，把那个解开。给让你帕语记住呗，帕语是故乡嘛，故乡帕语，给让你帕语记住呗。帕语啊，帕语记马瑞不是同一个故乡，俺你帕语记马瑞，帕语记马瑞，对吧？这样很好啊啊！俺你帕语记马瑞，我们不是同一个故乡。让你落差记着呗，同一个学校吗？落差是啊，落差，俺你落落差差进马类，好，你落差进马类，让你广播记着呗。俺你公巴记嘛嘞？哦，很好，广播就是寺院，啊，不是同一个寺院，啊。广播这个嘛，广播就是寺院，不是同一个寺院，啊，好，所以这边的词记是，加了一个吧也可以记吧，啊，不加也是，这边是省略了，那记，这里可以吗？所谓的帕 U 是指多大？像我们是算台湾人是算一个帕 U 吗？还是说哪一个？可以，这个是多大小都有。如果是在台湾里面问的话，那就是有的是嘉义，有的是高雄，那就是不配记嘛。那如果你到了国外的时候问你配记过，那就是同样都是台湾人配记过了，对不对？啊。就是故乡啊。好，这里这个可以念了吗？可以念吗？好，再念。真的记两个记，派语记，三路记，落差记，好。那我们这边刚刚我们用到的这个 repeat， 其实我们这边下面我就写了这个，就是问句嘛啊 ，repeat， 然后我read read。巴萨贝，日贝，啊，日就是是，那后面加一个巴萨贝，就是变成了问句，啊，日贝，也有音啊音，巴萨贝，音贝，啊，这也是吗？但是这个音这是第一人称才会讲。啊，这种是第二人称跟第三人称才会用这，可以吗？那
亚那的约他约，巴萨贝，约贝。那个约，那这里问的是有没有？有，那有吗？后面加一个巴萨贝，约贝，约贝，啊，有吗？那后面又加一个有这个读，读，哦，大写就读卡读，哦，大写就读卡读，卡萨克，读克，读克，啊。这几句就是后面用的是吗有吗的一个词汇。外国人最难学的是就这几个，后面那个分不清，很多已经学比较久的人以后，后面那个用的时候就有的放在音的上面，他们会用 re 后面会用音，那这个时候就会知道那个是外国人。这是学了很久也是很多分不清这个部分。那这个地方我们去教的时候也是没有一个很固定的在说明，那只是用人称来去说啊有。那这个慢慢的会，但是现在你们先要知道这几句是问，知道吗？啊。第一个是第二人称跟第三人称，再来一个就是第一人称，是不是？就是那个。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后面我们课文后面有这几个，我们的课文里面有。那我下面因为我们前面已经出现了，我就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部分啊。课文的在后面有在说明这个。好，那我们在这里啊，刚刚学了这个部分呢，什么几不是别的好。啊，开的开动开打开让啊让开让，可人就你三你，开让你，萨拉达拉那罗罗巴罗，卡拉的茶，可这就个几卡几，让人我热打热，巴萨贝。kerangi lopcha chigribe kerangi lopcha chigribe 你们两个是同一个学校吗？那这边 chig 加一个ba也可以啊 kerangi lopcha 啊 chigba ribe 这个 chig 后面加一个 ba chigba ribe chigba 就是相同同的意思，啊，同堂这边的 “jig” 刚刚同学问的 “jig” 就是一嘛 ，“jig”，那这边的“jig” 就是这边“就省略了，省略就通常会这么用，那你就知道他不是在讲一，他在讲的是同一，啊，同一个。看到了 “ko” 让啊让。koran ko nya ju ni sa ni koran ni pa ma ko cha ju gu chi ka chi ra dong go re sa re pa sa pe koran ni pa ma chi ri be koran ni pa ma chi ri be哦，他们两个是同一个父母吗？这是用藏文，只是交换，这个里面都一起全部都有。那前面的那个是用了那个名字，他们学校呢改成父母，啊，对不对？那你们两个我们要改成他们两个，就是这样改，好，第三句，看到了 call。参那的错，空错，拉萨来，开始就空阿萨空，来空，可加就个几个几，八，然后我热他热，八萨白，热白，几八热白，
空错雷公吉巴日贝空错雷公吉巴日贝他们是同一个公司吗？雷公就是公司啊，我这边用了吉巴啊，所以跟前面加一个巴没加巴都是一样，同一个意思啊。这个巴前面两个句子呢，把省略了，了解吗？好，我们这个再念一句，要不要再念一句啊？케랑이 롭다 찍르베 코랑이 파마 찍르베 콘조 레공 찍바르베 OK， 好。那我们讲这边的西藏，西藏通常是婆嘛，对不对？那婆有好几个名称，一个讲帕纳的婆的婆，那也帕纳的婆的婆，你们一起念啊，帕纳的婆的婆，拉加达加纳的中阿萨中。盆种也是西藏啊，康阿萨康，拉加达加纳罗中阿萨中，加纳罗中阿萨中，康中，也就是西藏，康就是雪山嘛，雪域，通常西藏有一个雪域的名称，讲雪域的时候就藏文是康中。那婆萨吉古西拉西，拉加达加纳的中阿萨中，西就是凉爽的意思，所以西藏很凉，就是天气很凉爽，因为高山嘛，所以叫西藏的。讲西种的时候也是讲西藏。所以你们看，你其的有文章的藏文的很多文章里面呢，有的会把西藏称为盆种，有的会翻成康种，有的会说成西种，这些都在讲西藏。这个让你们知道一下这个西藏的不同的名称啊。好，接下来好，我们这个部分要念啊，大学、中学、小学藏文怎么说？那学校这我们学过了 ，lopta 对不对？萨拉达拉那罗 lopa lop， 拉那罗 lopa lop， 卡拉的查我苏查 ，lop 查，查的过亲呢亲，马那的毛 ，lop 查切毛 ，lop 查切毛。大学嘛，萨拉达拉那罗 lopa lop， 卡拉的查我苏查 ，lop 查，我巴拉的扎吉古丁啊丁，扎吉古丁啊丁哇 ，lop 查丁哇 ，lop 查丁哇，啊，萨拉达拉那罗 lopa lop。卡拉的查我苏查，查是不是冲啊冲？我是不是我？落查冲我，落查冲我。那这个我呢也说成冲啊，落查冲啊。我把那个我呢，哇，落查冲啊。这个写成哇，落得穷，那就是也是小学的意思。那我们再一念是落得切木，落得丁哇，落得穷哦，落得穷哇。大学、中学、小学，藏文里面，那我把那个黄色的部分，我们通常呢会省略来说明。就 lop 清 lop 丁 lop 冲，有黄色的部分念，白色的就不用省略了
也就省略。白色不用念，罗钦就是大学，罗钦、罗丁、罗冲，意思一样，那个白色的部分省略。如果没有省略，就是加上去白色的部分，可以吗？这个会念了吗？大学、中学、小学，那个冲啊，千木就是大嘛，顶啊就是中，那个冲就是小啊。那我们就会说什么是有三圣嘛？那提圣就是提拔嘛，提拔切木，提拔顶啊，提拔冲，大。丁小那么反正你有学到了大、中、小的话，那你各种东西也有大的、中的、小的嘛，那你就用这个切木，小的、中的，贴切木、贴顶木啊、贴冲木，大的书、中的书、小的书好，再念一次啊！罗塔切木，罗塔顶瓦，罗塔冲木，罗钦，罗丁，罗冲。OK， 好，下面。那光这个罗，我们可以加其他的词来一个，这个学一个生词，它那个。光一个 lob， 那后面加不同的词啊。萨拉德拉那 lob lob， 前面这些应该我们学到了嘛 ？lob 叉，对不对 ？lob 亲 ，lob 丁 ，lob 冲，这些都是跟学校有关的嘛，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萨拉德拉那 lob lob，lob lob， 头嘎中个给。lobge， 就是学校的老师。lobte 语言，那就是 lobge， 学校的老师。lobge， 好，接下来萨拉达拉那 lob， 帕拉的差些就出卡出，帕拉的差些就出卡出。loop two， 学生 ，loop two 就是学生。萨拉达拉那的 lopa loop， 头巴那的奔啊奔，头巴那的奔啊奔，罗奔，导师，罗奔。萨拉达拉那的罗帕罗，罗马，弟子。那罗马也有学生的意思，那通常弟子也是要讲，弟子会讲罗马。那你们这个是中文是从这样对的啊，罗帕从这边开始学校，罗钦大学，罗金中学，从这边开始，罗帕。中文，你们回去复习的时候这样就对，啊。好，念一下 ，lob 叉 ，lob 钦 ，lob 丁 ，lob 冲 ，lob 给 ，lob 处 ，lob 奔 ，lob 马，啊，不错啊，你们念得非常准，啊，回去这样再加强一下呢，啊。有，罗本也有那个主法的那个，也有讲那个罗本，有，不错哦，这样，好，这些句子你们慢慢来记住就可以了。这个词汇慢慢来记，
啊，因为只有一个，你也抓住那个 lob 其实有个学的意思嘛，lob 是学的意思。但是在这里呢，我相关这个词汇跟 lob 有关的啊，已经 lob 知道了，那跟它配一个词就改变它的意思啊。好，哦，对，到，是吗？哦，大祭司，哦，那个英文那个部分吗？哦 ，Heron， 它有大祭司的意思，哦。哦，所以有时候对中文的那个有其他人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个 Heron。好，谢谢啊，这个部分是。大致上这一个，这样会比较好记吗？我不晓得用这种方式教你们好不好记，还没有讲完呢，时间到了。那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吧，那不用下面还有，我们把那个第二课还没有写，没关系。我们下周再写。那不要认为今天又有给你们念，然后下次就不让你们会害怕，是哦，下次不敢来了。也学语文一定要自己要念练习。我们反正都是来练习嘛，所以来现场的好处就是可以练习念不准的我们可以纠正就是离开这个教室的时候要念准。这里面教室里面乱念，才会知道可以纠正。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